喺現代企業入邊，數位工作體驗品質係影響效率同埋員工滿意度嘅關鍵。但係 IT 團隊通常都好難即時掌握每位員工嘅實際使用狀況同埋設備嘅健康狀況，導致問題唔可以快速解決，從而引發各種資訊嘅安全隱憂。HPWXP 透過 Experience Score 令到每位員工嘅數位體驗變得可量化同可視化。當系統偵測到網絡延遲、設備資源緊張，又或者故障風險嘅時候， IT Admin 可以立即透過 WXP Dashboard 睇到有咩問題，再深入分析根本嘅原因，並且透過設備提示警報，利用主動修復或者強制執行嘅安全設置，以保護設備免受漏洞攻擊。利用可靠嘅數據 ，IT Admin 唔使憑直覺做決定，而係根據真實數據嚟對症下藥，例如提升 Network Health、update BIOS 同 Driver， 仲可以打開 Firewall 或者其他 Security Software， 以達至公司安全性嘅要求。咁樣員工就可以更加專注喺工作上面，效率自然得到提升。HPWXP 可以幫到企業打造更透明而且智能化嘅監控與洞察系統，令數位體驗成為可以管理嘅資產，真正實現以人為本嘅現代化 IT 治理。